简单几则中文字，这是李玟翁婿 Bruce 伫李玟过身过两天发出来复兴。文字内底，伊写亲爱太太来称呼李玟，除了伊和两个查某囝签名，并还有写李玟的两位阿姐名，就亲像是连署发文，毋过随口李玟的阿姊洗面。短短一撮字，李玟的阿姐李淑玲，也就是复兴顶面的 Nancy， 伫咧社群媒体铺文，讲这是李玟翁婿发的，毋是伊准备的，明显切割关系。即摆分为赛嘛引起外界注意。刚刚看到李玟和 Bruce 的婚礼顶，担任判价就是李玟的两个亲人囝，一个血死的人，前后不时定出去耍，或者是出席公共活动。看出李玟对两个亲人囝是真疼惜，不过听讲因老爸 Bruce 真侪摆头吃，两个亲人囝嘛是真支持家己的老爸，甚至伫咧李玟过身后，直接甲 IG 注销，这关系是互人看甲无煞煞。不过照香港的法律，北面媒体报道，李玟40亿新台票归产。若是有写规件，才直接由妈妈继承，那我就由翁婿 Bruce 优先继承，说来就是两位亲人囝，尾仔则是李玟的妈妈和两位阿姊。一代天后过身，然后被将真济唔敢含相比，家庭的关系嘛意外引起大家注意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